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篇，耶利米书第4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彼得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假先知。咱时常会听到讲，有真侪人拢接到即个诈骗的电话，有诶讲因是法官啦，有诶讲因是检察官啦，有诶讲因是警察等等诶。有真侪时阵，因若个会迄落出示即个因诶证件，甚至咱讲判决书等等才会来互接电话的人来相信，然后最后就进行诈骗。一人因为心内惊吓，就相信，结果进一步来受害。一寡民间的宫庙神坛也时常听见出现这种假道士，因假命运无好，共相命来改运，或者是讲一寡无适当的宗教行为来骗财甲骗色。这人并无有实际的职务，也无有真正的护照，或者是讲正式被授权的这个工作，但是因拢是为着个人的利益做目的。伫早期以色列的群体的中间，也有出现着假先知。当然，因的目的是为着某一寡带头的人，亲像国王，也为着要欺骗这个因所带领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。对这个中间，因嘛得到一寡利益。因宁可去拜偶像，伫祭坛顶悬将儿女嘛献互巴力偶像。上帝对先知耶利米安尼讲，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人啊，如果你要回头，就转来到我遮吧。如果恁拄去我所怨恨的偶像，无搁再摇动不定，恁就会通用至诚、正直、公平的态度指着我的名来咒詛，安尼万国就拢会向我来求祝福，拢会来学着我。事实上，以色列已经伫面对强敌的威胁的时阵，情形真严重，到伫念先知耶利米也对上帝提出抗议。但是问题是，以色列人犹原去跟对假先知，听探这个假信息，用这个虚假的性命生活离开这个上帝的道路。上帝也甲先知耶利米安尼讲，就要向全国来吹号角，发出警报，对犹大甲耶路撒冷大声来喊话，来聚集起来，紧走去设防的城内底，就爱来立金黄色安的路标，毋通延前，就赶紧来避难。上主要降大灾下，大来毁灭对北平临到。迄个万国要毁坏的已经出现，好若亲像狮出树林，伊要来消灭犹大。犹大土地要趴荒，城镇内底无有人徛起，所以恁着爱披麻衫来抵靠，因为上主对犹大的受气无有消灭，
上帝讲，伫迄一天，君王甲官长得要丧失勇气，祭司得要来剃大因的目睭，先知也会惊吓。伫以色列人的中间有两个势力咧相扭，也有人主张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上帝，只有会通面对家己选择了后的灾难。另外一方面是上帝的仆人先知亚利米，但是看起来以色列人选择的是离开上帝。遐个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上帝、拜偶像的人所传的是假的信息，伫因的信仰的基础，却是一个真虚假的宗教行为。耶稣基督捌预言将来有假先知、假的教师得要出现。伫福音书，耶稣基督安尼讲：恁着爱提防假先知，因来到恁的面头前，因的外表亲像是绵羊仔，因的内面却是凶恶的豺狼。恁会通到对因的行为认因出来，刺皮袂会结葡萄，一个也袂当结无花果。好树结好果子，歹树结歹果子。好树袂会结歹果子，歹树也袂会结好果子。无结好果子的树，拢着爱家己斩落来，献伫火内底。所以对因的行为，恁会通认出假先知来。伫新约初代教会也有类似的情形，并且对当初时的教会产生极大负面的影响。那亲像伫美国加州 Westside Christian Fellowship 主任牧师 Shane Edelman， 伊捌安尼讲：一个假的教师会通有属灵权柄的职位，或者是讲伊自称有即种属灵职位的人。伊嘛安尼讲，一只狼袂对豺狼规群的豺狼做自我的攻击，通常因会外出去找更较软弱的羊群，并且来攻击伊。比如安尼讲，早前有假先知伫以色列民间出现，相款有假教师也伫恁的中间出现。伊偷偷来灌输毁灭性的异端，无承认救赎因的主宰，真紧来自取灭报。虽然安尼，犹原也有侪人要跟对因即种乱史来的行为，抵到着真理，因为因的行为受到毁坏。这个假先知为着要满足着家己的贪婪，用捏造的故事恁来骗财物。自古以来，上帝的审判总是咧等即种人，总是因走袂开毁灭的。有影，什么人会影响教会人离开教会，还是信仰呢？当然就是迄个满着羊皮衫的豺狼，因假做甲羊群斗阵做伙，因甚至有教会内底某一种的职务权柄，因取得着羊群的信任。早前咱有讲到东方闪电，伊即个异端，因就是运用即种的方式，派人埋伏伫教会团契群体中间，
然后影响会友的信仰。相反，伫教会内底，若有人坚持家己迄个错误的想法，并且去影响别人离开正确的信仰，拢甲即类的共款，叫做假先知。基督徒应该爱警醒时常反省，是毋是咱有受到影响？咱是毋是互人有错误的影响，来离开上帝真理的教示？诗篇第14篇，戆人心内讲，无有上帝，迄个因拢是腐败，做可恶的代志，无甲一个最好。上主对天压落来看世间人，要看有明理，追求伊的真理，上帝的人也无。因拢行白路，平平变做有话，无人做好，连一个也拢无。做歹人兼拢毋知，因吞食我的子民，亲像伫食饭。因无求叫上主，做歹人的大惊吓，因为上帝伫义人的中间，散窃人的计划，令互因失败。毋过上帝是因的避难所，愿以色列的拯救对释安出。愿上主带伊受掠的子民倒转来。迄时以色列人会讲，雅各会快乐。恳求上帝赏赐阮智慧，互阮明白真理，明白上帝的仆人先知所传的真道，互阮警醒，毋通成做传错误信息的假先知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